大埔宏福苑的嚴重火災，引發全港棚架安全的大檢討。所有正在維修的大廈舊棚網均已被拆除。為此，建造業議會發起一次性集體採購阻延保護棚網，提升建築工地安全。今日，首批3000張合格棚網已抵港並完成派發，覆蓋11間承建商、19個工程項目。整個採購計劃共涉及5萬張棚網，供應89間承建商及全港418棟正進行裝修的大廈。新批次預計將於2月初陸續抵港。為確保品質，所有棚網均由廣東合格廠房製造，包括江門及佛山。每張棚網須經過2步測試，首先在工廠進行阻延測試及認證。抵港後再送交認可實驗室進行抽樣測試，只有通過2步測試的棚網，才能投入使用。為防止假網及假標籤，每張棚網均植入 RFID 標籤，並結合區塊鏈技術。這意味着每張棚網都完全可追蹤，從生產日期、批次號、測試報告到安裝位置，承建商及監管部門可即時查閱。甚至可用手機掃描每張網上的 QR code。議會亦上載影片，示範棚網測試過程。樣本放入火焰中燃燒12秒，必須在4秒內自行熄滅才算合格。每張棚網成本約170港元，已包括測試及 RFID 追蹤費用。雖比舊棚網稍高，但這筆花費是為了生命安全和標準保障。承建商如俊傑營造李先生表示，即使工程稍有延誤，新棚網也令他們更有信心和安心。議會希望這次行動能推動更安全的建築文化，並計劃擴大供應商白名單制度，確保未來所有建築材料均符合最高標準。從更嚴格的測試到全程可追蹤，香港的棚架安全正邁向新一個層次，因為每張棚網也關乎每一條生命。